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今天的礼拜。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经过一个礼拜，在你的保守之下，我们得到真实的平安。如今我们又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来敬拜你，与你亲近。求主透过今天的礼拜，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将我们心中对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透过诗歌，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回应，来归荣耀给你。同时，我们也将我们的心打开，求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运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真实明白你的话语，并且照你的话语去行。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与所有服侍的同工同在，保守眷顾我们，无论在带领敬拜、在诗会、在传讲信息，或是在做圣餐的服侍，主你都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主啊，我们也同时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手中。特别是我们在上个月新选出组成的新的团队，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团队所推动的各项事工，真正能够让你的荣耀被所有的台湾同胞看见。并且透过我们所推行的各项活动事工，让更多人认识你，让更多人渴慕你。求主在我们的前面引导，坚固我们的信心，让奉你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成为荣耀见证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也将我们所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在主手中，求主带领保守眷顾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的国家更合乎你的心意，让百姓更加认识你。求你兴起台湾的众教会，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主日的早晨，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请大家从座位上面起立，感谢神。台湾在经历了好一阵子的这个严重的疫情之后呢，可以恢复实体的聚会。我们今天呢，也要来领受圣餐，真的是要向我们的神来献上极大的感恩。感谢神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恢复正常生活的脚步。所以好不好？这个时候呢，我先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欢呼，好不好？我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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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的耶稣配得极大的赞美，配得最大的欢呼，配得最大的掌声。阿们。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一生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最大的赞美，好吗？一起来拍手。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秘密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阿们。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好，这时候我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呼喊了，耶稣哦，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拍手，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阿们。他配得我们的赞美，阿们。耶稣他使忧伤变为喜乐，他使惧怕成为力量，他是我们生命当中遇到黑暗时候的亮光。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渴慕的心来等候他，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等候，我们等候爱慕耶稣，渴
行在左前，不停呼求你，渴望更多遇见经历你。我们等候爱慕耶稣，渴慕更多敬拜耶稣。同行在左前，不停呼求你，渴望更多遇见经历你。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你，从我们中间传到万国万民。耶稣配得所有的赞美，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等候爱慕耶稣，渴慕更多敬拜耶稣，同行在左前，不停呼求你。我们同心在座前，同行在左前，不停呼求你，渴望更多遇见经历你。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你，从我们中间传到万国万民。再宣告主权属你，主权属你，愿你掌权着你，降服于你，因我们属于你。医治着你，因我们需要你，愿你国度降临。再次的宣告主权属你，主权属你，愿你掌权着你，降服于你，因我们属于你。医治着你，因我们需要你，愿你国度降临。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你，从我们中间传到万国万民。我们敬拜。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你，从我们中间传到万国万民。一起来唱宝贵十架。宝贵十架，你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你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宝贵十架，你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宝血为我而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一起举手，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那么这个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开口来祷告，一起开口来向主说话。谢谢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的罪。谢谢他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的约。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赞美他，来感谢他，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我知道你的宝血就这样子白白的洗净了我们的罪。这里是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神的器皿，能够再次的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来赞美你。谢谢主，宝贵十架，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但是当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敞开心的时候，知道你就对我们说话。谢谢你十字架上的救恩，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在你的恩典中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成为圣洁的器皿，来继续为你发光。谢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献上我们赞美的祭，在你的面前，愿你能悦纳。我们也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777带领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现在要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36节到14章第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主啊，你要去哪里？”耶稣回答：“我所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但是后来你会跟我去的。”彼得说：“主啊，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郑重地告诉你，鸡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第14章第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愁烦，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在我父亲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我要去的地方，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圣经以上。我们接下来要请蔡牧师传讲信息，信息的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多马2路，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圣经人物当中的多马。今天的题目叫做路。那几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必须要在路上移动。我们从路的这一端移动到路的另外一端。那在路上走路，不论你是走路或是坐车，最怕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就是说有些人在路上无所事事的，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目的地，那根本不清楚。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但是我却不知道要如何去。这是走路的人要面对的2个问题。牧师来到台北已经有大概5年多的时间，但是我真的很少外出我大概都是在教会附近一带出入，那大概最多的就是从牧师馆走到教会，再从教会走回牧师馆。那所以对台北的路都不清楚但是有时候要外出开会，或是哪一次的聚集要到哪边去一定要事先做功课通常我会问住在台北比较久的我们的干事们说：“我到某某教会去，到底要怎么去比较方便？”那如果要自己开车或自己骑车的话，一定要做足功课否则真的是很困难找到那个地点前几天我们有南部的朋友南部的亲戚一起来到台北大家就约好说要在台北市的一家餐厅吃饭。那家餐厅我从来没有去过，所以我就请我妹妹带我去。我妹妹就说：“放心反正我们都有导航，就把那个餐厅的住址
输入那个导航，那餐厅在仁爱路上面哈，结果那个导航导到那边还是找不到那个餐厅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仁爱路是一条那个单行道哈，两边哈，就是说如果你开车的话，如果要到双数的话，要切到最左边去。那结果切到最左边去的时候，就找不到那间餐厅哈。后来找了半天哦，绕了很久哈，大概绕了有1个小时哈，终于找到。原来它是在那个圆环的那个圆形的地方的一间餐厅哈。所以哈，明明知道要到那里去，但是却找不到路哈，实在是很令人着急。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到底如何到那里？我们清楚那个目的地，但是万一找不到路、迷路，的确是令人很头痛的。我们每一个人自从生下来之后，就有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虽然每一个人的道路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清楚，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个终点站。那这个终点站到底是哪里？又如何走到那里？我们的信仰关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这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在思考上帝的话语、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行才是你的心意。所以恳求主，你此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敞开，让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方面明白你的心意，另一方面又能够照着你的心意去行，让我们自己得着祝福，也让你得着荣耀。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今天的经文记载着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前与门徒的一段对话。如果我们从第13章的33节，我们就可以发现，耶稣基督已经在提醒或是暗示他的门徒，他将要离开他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这样对他说：“他说，孩子们，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将寻找我，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正如我告诉犹太人的领袖，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所以耶稣说了这句话哈，这时候西门彼得就按耐不住了，他就问主耶稣说：“主，你到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但是后来你会跟我去的。”所以耶稣其实是在暗示彼得有一天也会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他这个人就是直性子，他不单单喜欢发问，他也很喜欢跟着耶稣。所以他就对主耶稣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呢。”其实彼得并不清楚说，十字架的道路是必须要主耶稣自己独自去完成的。所以耶稣接着为他说：“彼得啊，你愿意为我舍命，但是我郑重的告诉你，在鸡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就耶稣这种回答在门徒当中马上引起大家的不安。所以接着耶稣基督就解释并且安慰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愁烦，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在我父亲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我要去的地方，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所以耶稣接着就是说明说，他要走往十字架的道路。
就是走往上帝的家。那耶稣也应许说，他将要再来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到他那里去。所以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就这时候有一个人担心了，这个人就是多疑的多马。多马这个人一定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他对于自己不清楚的事情，他一定要完全的肯定。他听不懂，因为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多马说：糟糕，我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所以他就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感谢多马有问这个问题啦。多马问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然后耶稣，多马这个问题其实是问得非常好。那也借着这个问题，让我们更清楚耶稣要走的那条路。耶稣接着回答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从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明白，多马跟我们一样，他一直在找一条人生的道路。其实多马跟随耶稣，就是要找寻他人生的意义，要找寻他人生的方向。所以他一定要弄清楚，到底耶稣要到哪里去，到底我们将来会到哪里去，而我们如何找到耶稣要走的那条路。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的回答，告诉我们有关于这条路非常重要的3个信息，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面。首先，耶稣的回答的关于这条路的第一个信息，他告诉我们说，这条路是通往上帝唯一的路啊。耶稣他宣告说：我就是道路，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它是唯一通往上帝那里的道路。为什么是唯一的道路呢？为什么没有其他的路呢？因为在这个世上，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完成的救赎这条路，没有其他任何路可以帮助我们有罪的人到上帝那里去。这是唯一一条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生有2条路了。一条是通往死亡，一条是通往永生。一条是通往地狱，一条是通往上帝那里。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那条路也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宽的门，大的路，这是世界的道路。这条路大家拼命要往那里挤，但是它是通往灭亡。而一个窄的门，一条小的路，是上帝的道路，是耶稣基督所带来救恩的道路。路很小，找到的人不多，但是它却是引我们走向永生的道路。那条路要怎么找呢？感谢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就像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0节这样说，他说：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通过幔子，就是通过他身体的活路。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罪可以得到洗清，我们就走上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辟的这条活路。待会我们要攻守圣餐，在每一次攻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谢主，因他所流的宝血，因他所舍弃的身体，我们可以走上这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在这世上，有许多人虽然自认为有宗教的信仰，
可是对于未来要走到哪里去，他搞不清楚。换句话就是说，很多人他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不能确定他要走到哪条路，到底是死路一条，还是走向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活路？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耶稣基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知道哪一条路可以通往上帝那里去，而且他也应许他必再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信靠耶稣是到上帝那里唯一的道路。那耶稣这句话的带给我们的第二个信息是，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这条路是启示救赎真理的道路。圣经当中的真理，也就是耶稣所宣告的真理，是属于信仰的真理，也就是生命的真理。我们必须注意到耶稣在这边他所说的话他说我就是真理。他不是说我教导的是真理，我说的是真理，他明确的说我本身就是真理。很多其他宗教的领袖的说法，他们也说真理，但是他们的说法跟耶稣基督完全不一样。回教的穆罕默德说我是真理的先知，我教导真理，也就是说他是真理的老师，他分享他所认识的真理。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说我寻求真理，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说我仍旧寻找真理。孔子说什么？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早上听到真理，晚上死也甘愿。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这些哲学家，他们同样重视真理，他们也寻求真理，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宣告我就是真理。耶稣说我是真理，不是随便说说，他是表达一件事情，他表达他本身就是把有关于信仰、有关于生命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他这样见证，他说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了恩典跟真理。上帝借着摩西颁布法律，但恩典跟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耶稣说他让我们看到真理。耶稣是丰丰满满，充满了恩典跟真理。他是真理的道，道成了人肉身的样子，活出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生命的真理。一般来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不变，就是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它有3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这牧师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真理就是要有不变性，就是它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个，真理要有普遍性，就是真理不能只对某些人来说是对的，而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对的。真理要有普遍性。那第3个，真理是绝对性，真理就有独霸的那种气势，因为它是真理，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它抵挡。而耶稣所带来的真理有这3个特色。第一个是不变的，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它是永恒的。福音的真理没有改变，上帝的拯救没有改变，就是通过耶稣基督。2000年前保罗传讲的真理的福音真理，跟你今天在双联教会听到的都一模一样，没有改变。如果听到的不一样，就是牧师乱讲，因为真理是不改变的。第二个，真理有普遍性，真理不是说只有外国人适合，那台湾人不适合，不是这样子。真理不是说只有有钱人才可以接受，贫穷的人不行，或者说只有贫穷人可以接受，有钱人不行，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有学问的人才可以认识真理，那没有学问的人就不能接受真理，不是这样子的。真理是有普遍性的。上帝不要一个人沉沦，要万人得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救恩。那
耶稣所带来的真理有绝对性。我们记住耶稣所说的话：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也就是他是唯一的道路，表现了这个真理的绝对性。所以耶稣在说明，他本身就是真理。这点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须要了解的。那有关于这条路的第三个信息，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耶稣说，跟随他的路是一条可以得着丰盛并且永恒生命的道路。我们分作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这是指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领受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在这世上会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指物质上的丰富，而是指心灵因着平安而享有的满足。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经历，有些人会过得很顺利，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把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转化成为对自己有帮助、有益处的。也因此，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是丰富的。即使面对困境，他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困境，使他的生命的色彩更加的发扬。这是耶稣所应许的。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死亡就是我们人类最公平的遭遇，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不论你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你是富裕还是贫穷，你有没有学问，你有没有什么社经地位，或是你是掌握很大的权力，或是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一个人的终局就是要面对死亡。那死亡既然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事实，可是人们对于死亡后的情景又无法真正了解，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来猜一下。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很多人都提出他对死亡的看法，对死亡的猜测。古希腊哲学家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伊比鸠鲁，他说，他对于死亡的定义是这样说：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不存在；当死亡存在的时候，我们不存在。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废话，可是他在表明一点，就是他认为死亡是一切的结束，我们死亡之后就都不存在了。那儒家怎么说？儒家不敢说，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讨论死后的事情。佛家说死亡是轮回中的一个过程，说的好像都有一点道理，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死了之后再复活回来证明一下。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的信仰不一样。耶稣从死亡当中复活，他的复活使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因为他从死里，他经历过死亡，而从死亡当中复活，证明他已经超越过死亡的限制。死亡不是一场结束，死亡是另外一个开始。我们可以选择在肉体死亡之后享受永生的快乐。所以保罗这样说，说你们跟基督连结，也得着丰盛的生命。他是元首，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也就是说，耶稣超过世间一切的势力，包含死亡的恶势力。保罗接着说，因为你们受洗礼的时候，你们是跟基督一同埋葬，你们受洗礼的时候，也借着信那使他复活的上帝的作为，跟他一同复活。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让每一个相信上帝是耶稣基督从死人当中复活的人，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信仰告白，让我们得着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
并且享有从死里得到复活的能力。这是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在此生享受丰盛的生命，而在肉体死亡之后，享受永生的喜乐跟盼望。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宝贵的部分。愿上帝可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好，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待会可以攻守圣餐的人，我们都已经走在这条活路上面。那既然我们已经走在这条活路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是第4点，牧师要跟大家讲的。圣经这样说，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书上记载，上帝说：“看吧，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要做你的前驱，为你开路。在旷野有人呼喊，为主准备他的道路，修直他要走的路径。”果然，约翰在旷野出现，为人施洗，并且宣讲：“你们要悔改，接受洗礼，上帝就赦免你们的罪。”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心志，就跟施洗约翰一样，做一个修直主道路的人。既然我们已经走在这条虽然是窄、是小的道路，但是它是通往永生的一条活路。我们每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面的人，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借着上帝的话，用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生命，像施洗约翰一样，带领人找到这条小路。这就是福音的工作，这是上帝的托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就是要去分享，要去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尚未认识这条道路，把他引导走在这条道路。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道路铺平，让更多的人，渴慕救恩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上这条道路。今天多马问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问题，他帮助我们得到这么清晰的答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走上这一条带给我们生命祝福的活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牺牲，因着你流出的宝血，因着你为我们打破的身体，我们得以走上坦然无惧的走进至圣所，与上帝亲近。主啊，我们待会要攻守圣餐，求主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因为领受这样的恩典，成为有盼望的人。也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引导更多的人走向这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蔡牧师为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那现在请大家一起起立来攻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他的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可以领圣餐的人，也就是接受过成人洗礼或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与主同桌，恭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的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当日我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曾经拿起饼，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吃完后，也照样拿起杯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曾经拿起饼来祝谢，所以我们照他的模样，一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现在我们遵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赎罪的祭。主啊，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心而分享你的身体跟宝血，也因着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也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伸出手来，请小会员把饼放在我们手中。
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一同来领受。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的。我们拿到杯的时候，在心中感谢他。这个杯是新约，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一同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让我们与你同桌领受你所赏赐的圣餐。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在世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时，求你能够悦纳我们，同时求你用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大家预备心来奉献。请大家起立做奉献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数算你的恩典满满，在你的保守里面，我们有平安以及幸福。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时间、能力，为你的圣工所使用，求你悦纳。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小会公告：本教会已经在10月24号及10月31号的临时会员和会中选出20位长老及24位执事。当选名单公告在教会的周报及10楼的走廊。肢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罗友廷，也就是陈瑞明、罗桂凤夫妇之子，与张顺璇伉俪于11月5日喜获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及全家。这里要补充报告一点，是本会会友吴宜德弟兄的妈妈宋莲英姐妹于11月13号安息，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另外，牛埔庄特别讲座，在12月11日上午10点，邀请黄克先教授、陈南州牧师郑养恩牧师，在教会的7楼礼拜堂举行解密风暴与转型正义长老教会的监控档案及因应之道，请兄姐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在9楼的办公室报名。另外，周报没有登的消息是，12月9号。晚上7点，在教会的10楼礼拜堂，会邀请赖清德副总统来演讲，
题目是从公投议题探讨台湾的国际关系，也请兄姐今天开始可以在9楼的办公室报名。那另外，我们双连安养中心及双连视障关怀基金会的事工，我们有参加台新慈善基金会的劝募专案。那即日起开始投票，活动到11月30日为止，邀请兄姐共同参与，一起协助宣传投票。那欢迎到10楼的走廊扫描海报上面的 QR code 进行投票，记得2个单位都要扫描哦。那其他的消息再请大家自己看周报。现在要请牧师，欢迎来宾跟牧羊代祷。好，大家平安。首先我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新朋友。这边有一位是胡光瑞先生，不知道坐在哪边在这里中间这里，欢迎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介绍到？这边有可不可以请你起立一下？请问贵姓？欢迎你那待会请这些新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去，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那牧师补充报告，最近我们教会有许多的活动，那希望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可以来参与这个报名那让这些活动更能够帮助我们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那这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位吗？好，欢迎待会我们请我们的接待人员也要注意一下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